关庙是台南种枣仔的产地之一，今年这枣仔产量尚无减4成。在地农民也讲，今年10月受到这小型风台的扰乱，致使枣仔开花期受到影响。无论什么款的品种，拢同款无花，嘛连带影响到枣仔价销，平英贵是贵一倍。 开大片的枣仔园，大细粒拢无共款，花看起来嫩，真好食款。花煞靠着香，台南关庙种枣仔面积超过50公顷，不过今年产量煞减4成，主要因为受到气候冲击。今年10月份当是开花期，各个风台来扰乱，致使落甲真严重，嘛互农民真无奈。过年前的枣仔期吼，这吼算讲今年，因为这当啊新出来枣仔，当啊出来差不多3档尔嘛。 算今年上歹，一档靠伊的修行，一档一届尔嘛。所以你也无想到顶整个年度的拢无好去啊。10月份的时候，那种花期受台风影响，然后那个收果率不高，所以现在收成的话，就大概减少一半。 枣仔开花授粉有一定的温度需求，农民表示，伫生降了后，温度降到28度以下，枣仔咧授粉就较不良，内底籽甲果实就生较袂大，甚至佫会吸大粒的养分。今年产量大减少，价销年代嘛对咧起悬，市场的价销平一年加贵1倍。需求量越高，产量也不达到往年的话哦，只是价格会一直上去。已经也很多年没有在过年前哦。 攀上高峰啊！往年也是差不多是伫40块起跳，今年就只要160块起跳。原本年底就好通采收的枣仔，不过即摆时间爱撑到正月中才有法度办。买过年有袂少人会买果子来送礼，原本是买枣仔的好时机，不过农民讲因品质上赞的早就拢互注文了啊。但是要用枣仔送礼，就爱骹手较紧嘞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